南台湾的炽热让空气里蒸腾着一股躁动，但是来到了竹田，淡淡的雷梦香就在空气里飘散，让人逐渐平静下来。原来7月开始，竹田雷梦大产，皮薄汁多，香气浓郁，还被封为屏东品质最优的雷梦。入宝山，我当然不能空手而回，而且要恪遵自己的雷梦自己采。哦，那好棒哦！就你了。哦，好香哦，好大一个雷梦哦！爱中医雷梦给熊咪耶，而且这是自己摘采的，一定特别香。太棒了！若说雷梦的鲜绿是夏天的颜色，那么白色的纯洁就是教堂的识别。沿着这耀眼的白色，窗棱间的玻璃透着清亮的光芒，一旁有双天使的翅膀，心里上演着无数的幸福小剧场。只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我可以在里面用餐呢。好，小姐，你的饮料来喽，是我们刚刚的这雷梦，好漂亮哦！这也是我们雷梦做的蛋糕。哇，都是雷梦哎！爱中医雷梦给熊咪耶。谢谢。不过啊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刚刚我吃这个意大利面啊，里头有这个粉葱条哎。因为我们这边是客家村，所以特别把我们客家元素融入到我们意大利面来。原来我吃的这意大利面还有客家风味耶，你们好用心哦，我要好好品尝。啜着一口清凉的柠檬汁，尝着客家风味的意大利面，也许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太幸福，小女人的小确幸，甜点我也来者不拒。这上面有一层糖霜，然后跟那个柠檬汁的酸味，它把整个的口感层次分辨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超好吃的，而且又香，吃完再减肥。淡雅是一种姿态，不知不觉虏获人心，因此爱中医雷梦给熊咪，不用特别浓郁，也能烙印心底，久久不去。